今年这个中秋节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伫个和平公园偏袂到香公共的烘肉烹路。乡亲若想要烘肉，只会当伫厝内的阳台，或者是直接到你个厝的内底来烘肉。所以这个电烘盘，因为方便好清洗，袂甲呛呛滚。这个烘肉业者是建议大家入室内来烘肉，上好是莫开冷气，甲窗仔门来拍开吹电风。若是用这个电烘盘，上好是爱开抽油烟机，也佫有用无生过的肉来烘，安尼当来降低着油烟味。烘盘顶的牛排看起来真油真侪汁，用骹刀一剪开，这种5分熟拄拄啊好，互人看甲强要流水烂。真侪 YouTuber 嘛推荐这种电烘盘，因为连烘牛肉这种高油脂的肉烘起来嘛无啥物油烟，而且唔免家己买火炭，家己起火，搁方便清洗，甚至搁会当火烘2只。加上中秋节要到啊，今年真侪县市拢袂使伫室外烘肉，和这种会使伫厝内烘的电烘盘卖甲真好。大尺寸，然后多功能，然后价格亲民的部分，其实口感跟外面的就是用烤肉炉的状况其实非常的相似。现在看起来，我们在整个烤肉的部分大概成长了5倍左右。这么方便的电烘盘真清，不过也是有网友伫网络顶讲电烘盘用了油烟会调伫家具，尤其是用布做的。搁有网友讲价工拢要有味，甚至有人直接建议伫外口使用，无恐惊的壁搁有涂骹拢有油烟。到底伫厝内用电烘盘安怎烘？烘肉店的头家有解决办法。牛肉、猪肉、鸡肉都不要腌制，直接下去烤，它的油烟就不会这么大。那尽量不要挑选海鲜，因为海鲜类烤下去的味道也会很重。越抽越积，毕竟它比较高。能够抽出去的烟也是有限，空调尽量不要开吧，窗子都打开，开电扇，然后应该可以选择那个空气芳香剂，可以稍微喷一下。头家讲的电烘盘无油烟，或者是厝内无烘肉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不过，若是烘盘的温度较低，用豆豆加烧的方式来烘肉，会当减少一寡油烟，才袂暗时欢喜烘肉。过工需要用更较侪心力来摒扫。